今次我哋講呢個題目係照顧及管束權。每次一講呢個議題，好多爸爸媽媽都會好多擔心同埋迷思。大部分嘅家長都會問我哋調解員，我可唔可以時常探小朋友？我搬走咗，仔女會唔會覺得我係衰人㗎？我一直都係主要嘅照顧者，法庭一定會將管養權同埋照顧及管束權判俾我嘅，係咪？或者有啲家長都會問，如果同住嗰位家長經常改探視時間，我係咪真係冇佢符要妥協呢？仔女同我住，所以我唔需要同對方交代細路仔嘅生活狀況，我更加唔需要通知對方孩子升咗邊一間學校啦。對方一直都唔同我溝通，我真係好擔心，如果細路仔同佢住之後，我更加唔會知道細路仔嘅生活情況。我份工係返輪班嘅，平日咁可唔可以同阿仔見面呢？小朋友唔係同我住嘅時候，咁我夜晚可唔可以同佢視像傾偈㗎？孩子出世到而家都喺呢一間屋度住，之後佢會唔會同媽媽都係留喺呢一個居所繼續住呢？當法庭頒令其中一方獲得照顧及管束權嘅時候，一般嚟講，另一方就會得到探視權，意思就係兩個家長喺指定或者經商量嘅日期同埋時間，孩子由邊一個家長去照顧。咁大家嘅分工又會係點呢？如果係同住嗰位家長，即係有照顧及管束權嗰位，佢就會比較主要照顧孩子，共同生活同埋教養，比較日常生活化。例如孩子嘅生活流程，着啲乜嘢衫，可以睇乜嘢電視節目，乜嘢時間做功課同埋瞓覺等等，都係呢位家長安排。而唔同住嗰位家長呢，即係有探視權嗰一方，佢哋會以探視同埋過夜嘅形式同孩子一齊相聚。我哋會鼓勵有照顧及管束權嗰位家長，促進同埋便利孩子與非同住嗰位家長有接觸，呢個都係對孩子嘅責任。詳細可以參考探視安排嘅影片。如果兩個家長真係好難達到共識，法庭就會以子女最佳利益為首要嘅考慮因素。呢啲考慮因素包括：第一，子女意願同埋權利，係會按子女嘅年齡、理解能力而去考慮嘅。第二，兒童嘅身體、感情同埋教育方面嘅需要。三，子女同父母或者有關第三方照顧者嘅關係。四，如果居住環境唔同咗對細路仔嘅影響。五，子女嘅年齡、成熟程度、性別、社會文化背景，其他法庭認為需要考慮嘅特質。第六，子女嘅安全。七，父母對履行父母責任同埋管教子女嘅態度。八，父母或者有第三方照顧者喺照顧子女同埋滿足其需要嘅能力。好多爸爸媽媽都會問我哋調解員，如果我哋真係未能夠就子女嘅同住、照顧安排得到共識，咁法庭係咪會有其他安排㗎？我哋都好明白，作為家長係會好掛住小朋友，好唔捨得同啲仔女分開，所以喺我哋調解過程入面會有共同面談嘅時間。調解員會同兩位家長一齊傾下，大家喺安排子女生活嘅時候有啲乜嘢佢係關心或者佢係擔心嘅，盡量令到大家明白各自嘅考慮因素。如果真係冇辦法，法庭係會派一個社會福利署嘅社工，就個案嘅家庭背景、以往照顧子女嘅情況、其他家庭成員、有關人士喺管養同埋探視安排嘅意見等等，去選寫一份調查報告，然後再向法庭作出建議。其實法庭都會鼓勵雙方接受家事調解服務，促使雙方達成共識。法官都可以根據調查報告同其他相關嘅資料，對仔女嘅管養、探視安排作出命令。最理想嘅情況，當然係雙方先參與家事調解服務，家長可以根據子女成長嘅需要，作出商討及考慮較妥善嘅照顧，以減輕雙方喺爭議嘅過程入邊對仔女造成負面嘅影響。其實父母離婚之後，無論孩子同邊一個家長同住，父母照顧孩子嘅責任，對孩子嘅愛係唔會停止㗎。
我哋鼓勵以共親職嘅方法去照顧子女，先至可以為孩子提供一個無縫同埋全面嘅照顧，輔助孩子成長。